育兒哲學碩士課程 Parenting 2，人父母甚艱難，人本主義、關係取向和依附理論探討小朋友對犯錯非常緊張，害怕犯錯，不願接受挑戰，有辦法引導嗎？澳洲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哲學碩士課程系列，大家好，我係李博士 Dr. Jason Lee， 臨床心理學家同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今日我哋傾下有關育兒的心得和正確的心理學知識。人本主義、關係取向和依附理論心理學角度是如何引導小朋友克服對犯錯的恐懼並接受挑戰。核心在於情感支持和安全感。3. 人本主義的視角，創造安全接納的環境。人本主義強調無條件的接納和情感支持。家長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幫助孩子提供情感安全感，讓孩子感受到無論他們是否犯錯，家長的愛不會改變。例如，當孩子出錯時，避免責備，而是說沒關係，我們一起來看看怎麼解決。積極傾聽和共情，當孩子表達害怕或緊張時，認真傾聽並回應他們的感受。比如，你是不是覺得試了會出錯很難受？我能理解，這樣能讓孩子更願意敞開心扉和嘗試。4. 關係取向和依附理論的視角，我的傾向，建立安全依附關係。我個人偏向從關係取向和依附理論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依附理論認為，孩子需要一個安全、穩定的情感基礎，才能有勇氣探索世界。如果孩子對犯錯特別緊張，可能是擔心出錯會影響與家長的關係，或害怕失去愛和支持。家長可以這樣做：強化安全感，經常表達對孩子的愛和支持，比如不管你做得怎麼樣，爸爸媽媽都會陪住你。在孩子犯錯時，用溫暖的語氣回應，而不是批評。鼓勵探索，強調過程而非結果。例如，當孩子嘗試畫畫卻不滿意時，可以說：我很開心你試住畫了，我們來看看這次畫了什麼好玩的東西。幫助孩子把犯錯看成學習的機會。情感支持，在孩子面對挑戰時，陪伴並鼓勵他們。比如，我知道這有點難，但我相信你能試試看，我會一直在你身邊。家長還可以分享自己的經歷，比如我小時候也害怕出錯，後來發現多試幾次就好了。設定合理期望，根據孩子的年齡和能力，設定可達成的目標，避免過高的壓力。比如，不要要求3歲的孩子完美疊衣服，而是鼓勵他們試住疊一個，並給予肯定。培養成長心態，教導孩子能力和技能是通過努力成長的，而不是天生的。例如，你現在不會沒關係，多練習幾次就會越來越好。綜合建議，引導孩子克服對犯錯的恐懼並接受挑戰，核心在於情感支持和安全感。家長可以通過以下步驟綜合運用上述方法。A. 觀察與溝通，了解孩子害怕犯錯的具體原因，是怕被批評、怕失敗，還是怕丟臉，為後續引導找到切入點。B. 建立信任，讓孩子知道家長的愛和支持是無條件的，犯錯不會改變這一點。C. 從小處開始，鼓勵孩子嘗試低風險的挑戰，逐步建立信心。D. 轉變視角，幫助孩子把犯錯看成正常且有益的經歷，而不是威脅。呢篇文係由人本主義、關係取向和依附理論出發，探討育兒技巧，幫助家長理解並應對孩子的情況。如果你有啲育兒問題，不妨留言話我知，我可以同你一齊試下。呢啲技巧好實用，share 俾朋友或者 tag 個需要嘅人。